看柬埔寨诈骗案嘛，牵涉到器官的买卖、手术活体器官的问题哦。今仔有民间团体加入为开记者会，有一个捌防枪毙手术活体器官的中国医生，伫记者会就讲出伊实际的经验，伊嘛呼吁各国立法禁止这款无人道恶质的行为。亲身参加过、做过活体的器官移植的军事任务，我知道它的后果是有多么严重。 讲到伊做兵的时阵，洪强标爱参与甲人挂器官的过程，多数人已经伫咧外国，嘛得到政治庇护。即个前中国军医想到伫咧沈阳军病院实习，结合顶级命令，都爱参与活活甲少年士兵的器官挂起来，提供予高战的军官医疗使用的过程。就算已经过真侪年啊，粗残的行为，伊一直想到，目屎就全咧流落来。开膛破肚，当时我看到那个肠子突然间涌出来的时候，那个军医。 直接就取了一个肾脏，命令我说：“你快，直接用剪刀剪动静脉。”我当时机械的去剪了一下，当时那血一下就喷出来。台湾因为柬埔寨诈骗案标出器官买卖的问题，引起各界关注。后美各国发起防制器官买卖立法的运动，亲像美国众议院去年通过阻挡活体挂器官的法令，今年6月搁一届通过法令，针对特定良心犯进行活体挂器官的犯罪，给法律的制裁。很坚定的反对并谴责任何违反国际人权法的活摘器官行为，因为它就是酷刑。做好一个明确的立法，在保护所有的人民，还有所有的患者，以及让从业的医师人员能够好好的去面对这个问题，把它做好该做的事情。我想这个是一个立法上面有必要去厘清。包括全律会、医师公会，也有日本 NGO 等等的团体做伙出现，希望呼吁台湾嘛当推动立法。也伫顶一个会期，把提案的立院立委柯志佳强调讲，因为会期无连续，这个会期会搁一届提案，嘛呼吁各党支持，阻挡这种无天良、搁粗残的行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